昨天我们说了一下如何入境老挝，今天我们接着说一下入境老挝以后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因为今天上午有点事情耽误了，还没有录视频，所以现在正好去拿那个车，有个车在修理厂维修，打电话过来说已经修好了，说他们修理厂没有地方放车，让我赶紧去拿一下。我们现在就趁一边去拿车的这个时间，边开车边说一下吧。不是，到了老挝以后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对了，顺便插一句，就是今天上午在 Facebook 看到有一位朋友，他的车在三家门口被人刮了一下，结果那个车已经走了，然后我们就让朋友查了一下这个车子的信息，希望这个车主尽快联系我朋友。车号是9199，这个车主的名字是康萨歪赞塔翁班帕塞蒙西萨达纳阿库隆园长，车架号、发动机号码全部都已经有了，车主的名字、车主的地址也都有了。如果是中国人用这部车，看到我的视频以后尽快联系吧，不要等警察找上门，这样有些事情就不好说了。然后顺便我也去拍了一下，不是很多朋友想我拍一下老挝美女嘛，顺便也拍了一下，就是这个车子的车主两个女孩子，明天的视频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好了，我们接着今天的话题，说入境老挝以后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我想把它分成两方面来说。第一方面就是我们应该注意中国人哪些方面，第二个应该注意老挝人哪些方面。中国人这边可能很多在老挝待过的人都知道，一些刚刚来老挝的中国人，你会碰到一些哪怕是一个做早点的，或者是一个开小饭店的，也许他自己就骑个摩托车，你只要说来老挝投资找项目，可能他马上跟你说介绍上亿的项目，这种人也是很多的。那么大家不管是人家实力怎么样吧，不管他是开豪车还是骑摩托车，大家都需要多留个心眼，认真的甄别。这是针对中国人，因为大家都是中国语交流嘛，所以也没有什么多说的，就是大家来到国外以后多留点心，多小心一点，什么事情多多求证一下。那对于老挝人这边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老挝人这边，你到每个场合你说话声音都尽量小一点。老挝这边是非常安静的，他们害怕那种大声喧哗，他们以为你在吵架。还有就是去到老挝人家里面一定要脱鞋，你不管它是地板还是地板砖还是水泥地，老挝人家里面都是搞得很干净的。进到他家里面你都是最好把鞋脱掉。然后在老挝开车的话尽量不要按喇叭，在老挝这边基本上你就是开车开个10天半个月，估计你都听不到一声喇叭声。还有就是走路从两个人中间经过的话，尽量弯一下腰，这也是一种基本的礼貌。然后在老挝人店里去买东西，基本上他们是不怎么讨价还价的，说那么多就那么多。你如果觉得价格合适你就买，觉得价格不合适的话，那你就换一家试试。特别是有些东西我们中国也有，那么你在老挝店里面你千万不要说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国是多少钱多少钱。不管是老挝人吧，还是在老挝做生意的中国人，最反感的一句话了，如果你说到中国多少钱，他有可能不理你，甚至有些中国人就会
跟你说，那你去中国买吧。你再想跟他买，他甚至都不卖给你了，因为到了国外，有很多包括物流啊、关税啊，以及各方面的换货啊都不方便。它不像在国内一样，有些东西你不能拿国内的价格来比。包括在这边做一些生意，你卖给中国公司的东西，如果你在淘宝上查一下价格，然后本地的价格是3到5倍的话，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不要觉得有什么奇怪。老挝人抽烟的很少，但是他们会非常注意，不管是高官有钱人还是平民百姓，他们对抽烟本来就认为是不礼貌的一种行为。如果他们自己抽烟，第一个是他们很少会去抽给别人，他要抽自己抽，一般不会给别人。但是如果你想抽，你直接跟他要一根烟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老挝人没抽给你，你不要觉得他没礼貌，因为烟他们认为是不好的东西，不会主动的去给别人。还有就是在公共场合抽烟的话是非常被人反感的行为。不要认为今天的场合你是主角，别人请你，你就觉得好像你怎么样都可以。打个简单的比方吧，记得有一次我们跟老挝的现任的副总理一起吃饭，吃饭的中途中他说他要去上厕所，然后就很礼貌的出去了。正好我也要上厕所，我就出去，然后就看到他在厕所旁边的一个空地处，在那里站着抽烟。我就礼貌的邀请他到包间里面去，结果他告诉我他在抽烟，抽完再进去。我说没关系没关系，因为当时在那个场合下他确实是最大的，那么我们这边的人都是陪他吃饭的，所以他抽烟我们也觉得是很正常的嘛。但是他还是告诉我抽烟是不礼貌的，他在外面抽完了再进去。还有一次是我广东有2个朋友来到万象这边玩，他们住在一家老挝人开的酒店，是那种快捷型酒店，很干净很舒适。但是我朋友在里面房间里面抽烟，结果打扫卫生的时候服务员发现了以后，他就报告了前台。那么酒店的工作人员就来告诉他说，我们酒店是不给抽烟的，你也看到了我们这边有禁止抽烟的牌子，然后需要罚款$100。那我朋友就说就不要罚款了吧，我们是第一次，然后我们以后来我们会经常住你酒店。结果老挝这个工作人员跟他说如果您是抽烟的话，我们希望您以后都不要再住我们酒店了。当时我朋友很意外，但后来第2次我朋友还是愿意住这个酒店，只是他再也不在酒店里面抽烟了。还有就是我们如果看到老挝人，不管是抱在怀里还是牵在手中的小孩，你看到他可爱，千万不要用手去摸他的头，因为这在老挝是很忌讳的事情。一般小孩的头只有他的父母还有和尚才可以去摸。另外男人与男人见面可以先行和施礼，然后再握手甚至拥抱，关系好的都可以。女人跟女人见面也是先行和施礼，然后关系好的可以拥抱。但是男人跟女人你们见面的时候一定不要要求老挝女人跟你握手，那同样也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男人跟女人之间是用和施礼。还有就是不管去哪里，不管是机场、车站、一些公共场合，老挝人都是非常自觉的排队。我们不要看人家离得很远就去插队，那种也是让人很反感的。如果您真有什么很急的事情，你只要跟旁边的人稍微说一下，人家都会让你先办的。还有就是不管是坐在哪里也好，尽量不要用脚去对着别人，这样也是很不礼貌的。还有就是到庙里面，男人一定要穿长裤，但一定不要穿背心，可以穿短袖都可以。女人
要穿长裤或者是老挝的筒裙。很多地方如果你没有穿筒裙的话，可以在外面租一个筒裙再进去，一定不要穿着那种短裙子或者裤衩就往里面走。还有就是不管你去办事，去到村里面还是警察局、移民局，各种这种政府部门吧，男人一定要穿有领子的上衣，女人一定要穿老挝裙。如果女人你没穿老挝裙的话，你是不要进去，只能在外面等。最后说一个安全问题吧，在万象，特别是在中国城一带，相对来讲比其他地方要乱一点，偶尔会出现飞车抢包这种情况。大家晚上出来，特别是女孩子，你背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最好是不要单独出行。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在一边开车一边录，逻辑可能有点混乱，请大家多多包涵。明天我请2位老挝的美女来介绍一下我们中国人到了老挝以后应该注意些什么。老挝的女人她们不能接受我们中国人的哪些缺点，她喜欢我们中国人的哪些优点，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明天的视频。好了，拜拜。